英丰化学公司专门咧做大动的车，因为检验报告造假等等的问题，进前伫咧月初时阵，护士药署下令停业。英丰的产品市占率有到70%，若是停业，恐惊这手术也是洗药剂的人要用的大动的量会欠货。所以卫福部长甲相关的药厂开会，协调药厂扩大生产，嘛要规划用进口来补货。护理师将生理实验水挂伫血药透析机台，准备替病人洗药剂。也毋过说传出国内点滴需药大欠货，有洗药剂诊所医师表示，逐个月爱向药厂买大约800袋的生理实验水，目前库存量只有够使用到后礼拜一，烦恼万一救袂到货，恐惊危及病人安全。点滴不一定要打，因为它那可能只是一个营养输液而已，但是这个是要救命的，洗肾是要救命活命的，所以你不洗就会死人，所以不行。因为国内需药大厂永丰化学公司，因为检验报告做假定因素，今年的5月初，护士署下令停业。伊个烦恼市占率70%，永丰一旦停业，恐惊造成大病院手术、洗药剂设定爱使用的需要，包括生理实验水、葡萄糖药、灭菌蒸馏水等会员停止。卫福部健保署药署20下昼特别甲相关药厂召开会议，除了协调药厂扩大产量生产，也规划专案进口补助用量。食药署在上个礼拜就已经盘出来，那请还有在做这个，就有在做这个点滴的药厂呢，能够请他们帮我们把产能给拉出来。好，那一方面增加产能，二方面可能会用专案进口的方式，再把一部分的量给补起来。卫福部强调，已经协调其他药厂紧急生产补助康旁，永丰也有一批库存，会调查敢是会当使用，也希望各医疗医所唔通囤货。另外，外界关心的健保药品介绍，今年葡萄糖药已经有起价，生理实验水介绍今年无调整，也无接到药厂提出起价申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